你都爱听，为着100万，一定要！好，第二队的来宾，欢迎我们的小队。大家好，我是民秀集团Amazing Show 阿伯金勇阿妈很秀。不管是阿伯还是阿嬷都好啦，咱即马上会台，来这里哦，这里，欢迎欢迎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是来介绍阮这队的迄落啊，来自琉球啦，哦，因合作。小琉球啦，对，是阮的队长孟宪。安全街有地位的这个粉丝啊、粉条、粉粿、铁丝、铁条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小琉球的全球巨星陈明宪。真水啦，阮行全球的哦，咱是全球的，无你迄落什么小球啊，什么无，全球的哦。而且因是念球呢，真好听。嘿，小琉球，好听好听。是，其实咱应该平常时啊嘛是小琉球，真罕你有人讲小琉球，嘛是有一个球的音的。听讲是因当地的啦。哦，真正哦。海口腔啦。是哦，所以今日穿安尼是拢海虹的吼。海虹，海口纯海虹啦。我来这顺顺看。原来哦，是今日咯，咱的小琉球的朋友拢来啊哦。哦哟，欢迎。好啊，甲介绍落去。哦，这是我的第一位是我的助理，叫做小辉。小辉，嘿，嗨，大家好。嘿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大义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花助理，花助理。花助理。小邓姐，小邓姐。是我的朋友小杰。小杰好，我是小杰啦。啊，伊的工课，阮尽量普通时啊，较莫看到伊上好啦。啊，是安怎？伊的工课吼，你若看到伊，拢无好代志。警察三组的啊。哦，感谢啦。你甲看，咱这个节目真好，连警察拢会看，连警察嘛知影讲，咱遮有100万会当发。哦，为了保护伊啦。这是真重要的代志。是欢迎警察大人呐。欢迎。好，来个刷落去，通啊看无？这是罗立波。伊是一个补习班的老师，你教会计。今日咯，咱海虹的一定爱加油哦，把100万摕倒转去对对，我是为着100万来。你甲看，咱海虹的敢若4位尔，隔壁迄边5位，你看，安尼要安怎分？而且对面迄边是叛徒啊，美秀集团，咱无伫美秀这边。你唔通安尼讲，因为总裁吼，通常拢是无随便出面的。哦，算讲我这边是秘密的总裁。秘密的。好，来介绍一个。是阮集团真大团，欢迎来美秀集团。大家好，我是为家己来美秀集团。欢迎。是冠佑家里队长拢，队长是你吗？来安尼。今日我代表队长。哦，为什么？我拢同伊讲。无，今日是，我咧场啦。哦，你的场。美秀集团的遮，美秀总裁的遮，这是阮全部都是我的人。哦，你哦。嘿，安尼咱较细声，唔通人讲。是介绍落去。大家好，我是高平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泽。大家好，我是丁博文。大家好，我是钟琪。真好，咱今仔有新的专辑要发表，对唔对？美秀集团共名专辑。共名哦。共名的。即摆是每一个网络的平台拢听会到啊。嘿，足好听的，拢总11条歌。拢做好听，才有生意，一般拢10条，恁11条。阮就是要，阮就是要加1条。哦，你别人较厉害。啊，家己创作的吗？拢家己写，阮拢有写，阮每一个人拢有写，拢有唱。嘿，恭喜恁发新专辑啦！希望大卖，100万一定要摕倒转去啦！加油加油！好，来介绍咱的台语课文老师。是，欢迎来林淑琪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淑琪。学台语照起工，咱的文化就圆满哦。感谢老师，因拢有照起工啦，对啦对。所以拢咱的文化一定甲传落去啦。是，咱即马要成团的是咱的100万。啊，无错。100万到底是倒位？嘿，来，我恁偏旁一个哦。 100万到底是倒位？来，100万加看这个。哦，来。现金哦。现金哦。真正现金，
咱初赛先哦。我无要决赛，讲推啊，甲我起来。我有警察伫遐哦。哎，警察伫遮啦，唔通，嘿，咱来有运动家的精神啊，咱先初赛先甲踢过来，加油啦甲我讲啊，好好，今日咱的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提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。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阿雄，天一边，好来，这个回合必须有一个答阿案。雄我冇解答案。是啊，咱分数哪算？哦，这回合拢总有6个答案，你若拢选到上最还得了6000块。哦，这嘛是甲6000块先提起来啊！好，来，咱开始哦。老师，咱请出题。今嘛真流行的 SUP 运动，台语安怎讲？哦，美秀这边的是徛章。哦，是，啥人讲嘞？你看，迄板啊是不是安尼对无？是的。啊，这个人是不是徛着？是。是，你就徛着安尼爬，是不是徛章？哎呦，是徛章。徛奖。哦，美秀这边是徛章。是安尼爬，是。安尼我叫做爬奖。好，你刚才不是爬章。因为阿姊你有讲啊，伊是徛的，安尼爬啊，所以你是徛奖，我是爬奖。真歹选哦。好，来2队咱请选择。美秀。阿雄，演一边。哎，好来，即马大家拢感觉是我的，敢若较拢是徛奖。无啦，因为 SUP 咱有的国语会讲立奖有无？哦，啊，所以甲这个徛奖可能较像啊。哦，你从华语来想就对啦。啊，你若讲白吼，足侪拢会使用啊，迄龙舟啊，嘛是白啊，白灵船对啊，白灵船的啊，伊安尼讲嘛是有道理的。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徛奖。好来 ，SUP 伊的全名是 Stand Up Paddle， 啊这 S 就是 Stand， 啊 U 就是 UP， 啊 P 就是 Paddle， 吼，对，咱拄则来宾有讲到，面前有讲到，华语讲的立式划桨，啊这是这几年啊真热的这水上活动，是因为安那伊足简单的，哦啊足好学的，不管你是大人啊囡仔，啊只要你安那，你若徛会知。啊，你就会当算啊！啊，因为伊的奖，吼，有人讲是啥？这个摇杯啦，吼，伊是安那徛咧啦，徛咧过诶，徛咧过咧。所以咱台语台有一个这个台语新词的思考，咱内底就是建议讲会当讲徛奖。来哟，来老师，咱请出题。海子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美秀这边是床某咧做记号，是安怎讲咧？这应该拢知嘛吼。恁平常时啊，毋知是肩胛头啦，无就是骹头倒位拢有一个乌乌迄就是床某，因为床某生落来，咱就是要互伊照顾的。嘿，床某你家己做一个记号啦，是，就这个囡仔啊，好摇起，咱就甲顾安尼啦。是，所以讲我的答案是床某咧做记号。是阿雄，我这边捌听过叫做明报印。明报就是啉汤的阿婆。对啊，煮汤可以啉的啊。哦。啊，啉了敢若诈骗集团，你啉的就规拢戆戆去安尼。嘿。啊，就是吼，伊互你啉了，伊爱做一个记号，代表你有啉过啊。哦。哦，对不？好，来2队咱请选择。美秀。阿雄，演一边。哦。诶。总裁就是总裁，总裁就是总裁，总裁讲的拢是对的，拢是对的。啊，因真正拢要信我哦。嘿啊，细汉拢有听迄阿嬷因拢咧讲迄台语，就是迄床母拢家点记的，讲这较好饲安尼。是，无因为有的人迄有台语啊，伊会讲啊，毋咱啊，毋知什么台湾囡仔是无好，还是用掠着喏。无。啊，人家就会用一个用一种较迄个好运的，较好的讲法。是，有的人有，有的人无啦。对。是，床某你家己做记号的，你有无？你有爱，你有好多。我较只偏有。你嘛有？我可能细汉较无好摇饲，啊，床某甲我做记号，啊，若明报我感觉就毋对。
有的人有的人是无啊，是明报袂记你甲印，迄天下班袂记你甲印啊，是安怎对不对？有可能啊。是你走去佚佗无互伊看到。哎呀，明报嘛是爱放假，明报等你啉酒醉无共印着啊，嘛有可能。哎，迄嘛是有道理哦。嘿，来，咱这边捌明报无？真拄好，阮的专辑有一条歌叫做《曾某记号》，一下真拄好，一下嘿，阮安怎拢爱来遮拍歌，所以嘿，忘掉忘绝对掉。是曾某记号的啦。嘛有安排。对，哦，好来印象。当中，迄个明报伊毋是迄个听讲是精神，要过明报遐时阵，伊这个人若是无啉汤，明报会甲点一粒记，所以明报应该是记啦。应该是记得对，唔是台记，是这是台记嘛？是。好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曾某做记号。咱的有的红仔出世有无？身躯就有这个胎记啦，吼。啊，咱老辈拢讲啥？这曾母咧做记号啦，吼。啊，咱的民间的风俗内底。曾某就是囡仔的守护神，伊会当保庇咱的红婴仔健康到大汉。所以人身躯顶的这个胎记，就互人讲是啥？曾母做的记号。后一个上尾啊关键加油哦！上尾2000啊哦！来哟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俗语讲告背火车是啥物意思？哦，告背火车哦。美秀这边的答案是疑神疑鬼，你甲看者，告无缘无故啥来去背迄落火车，迄落火车，因为火车逐工过拢会嘣嘣嘣，叮咚叮咚啊，就要过啊，对吧？哎，啊，伊就会听到迄声狗啊，就一直吠一直吠，狗啊通常拢是安尼。哦，会境界。嘿，啊，吠久啊了，伊就敢若变，敢若了神经质啊，你知道？哎呦，若听到声，伊就汪，嘿，就疑神疑鬼安尼。是，所以我的答案是疑神疑鬼。我投阿姊一票，阿姊演了太好了。听啊！高追的，这真的。但是我这边的答案是无了戆咱无彩工啦。伊也无走啊。伊无走，但是伊直飞啊，飞爱出力啊。伊可能想讲这个火车会甲攻击，还是火车要过会甲侵犯到伊的所在。爱保护家己。对，所以伊就伊甲飞的，因为狗会顾家嘛。啊，但是不管你安怎飞，火车嘛是做伊过，对吧？系啊。啊，伊直来，无可能停落来啊。对啊，所以就是了戆咱无彩工。好，来，咱两队请选择。其实阮兜有饲狗，我想讲恁兜有火车，就神经，阮兜就是有饲迄就神经质的迄种的。你无感觉疑神疑鬼吗？小小啊破鸡安尼嘛。咱咧讲阮兜的狗啦。俗语讲狗背火车是啥物意思咧？好，来，咱两队请选择。必须阿雄边一边。哦，真正哦，两队拢真巧，两队啊，拢无讲。好，来，我问一个检察。其实阮兜有饲狗，阮兜就是。我想讲恁兜有火车，就神经。阮兜就是有饲迄就神经质的迄种的，是。细只只吉娃娃，嘿，啊伊就定定踮遐咧，就爱飞的啦，神经质。啊，我看伊踮遐咧飞吼，我拢不爱插伊。你无感觉疑神疑鬼吗？小小啊破鸡安尼嘛。咱咧讲阮兜的狗啦。好，来这边的。其实阮兜有火车，你兜有火车？我观察吼，火车若是拄到狗吼，伊拢无咧踩。是。是真的。我相信伊看起足辛苦的。嘉义啦，来自嘉义。嘉义啊，来自嘉义的啦。是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吊戆力无彩工。到背火车，伊是一句这热气仔话，意思是无路用。了戆力无彩工，啊，狗小奶会对火车一直飞嘞，主要就是咱在上课有讲，伊的啥地域性足强，地域性很强啦吼。除了主人甲伊较熟悉的这朋友以外，你若去到伊的地盘，啊，拢会互伊啦攻击吼。啊，毋过若看到火车来哦，啊，你看伊甲徛在遐咧飞几只尔，伊也毋敢啦，直接
总去的铁轨道啊，吼，啊唔通还讲啥无路用啦，吼，啊是讲吼，你吠过啊大声，啊嘛无效啊，火车嘛袂停落来啊，所以这告吠火车冇这了戆力，无采工的意思。哎，今日两支拢足厉害，拢足巧，6000块拢摕到啊。拢看分数。嘿，来，咱看咱 Q 的，即马有6000。啊来 Q 的咧，冇6000。好，今日咱的第2回合，正港铁佗人。嘿，正港铁佗人。看风景真轻松。哦，咱今日倒位看风景。是咱这个回合吼，甲两位报告，咱就是拢总有4题。4题。会为空中带恁来去看风景，有可能是全台湾世界的风景，有可能是外岛的风景，有可能甚至外国的风景哦。其实哦，啊分数咧。哦，一题3000，一题3000。所以上济这回啊，会使摕到12000，爱加油，爱抢哦。哦，大家人就是3000啊哦，所以一定爱加油哦。不过重点来啊，咱今日唔知是要去国外，还是要伫咱台湾。若是讲伫台湾的是，恁有去佚佗过无？游览嘛，啥拢有无？有啊，定定游览嘛，细汉底阿嬷挂香啊。挂香，对。吼，无定就会知影，你知影的所在哦。啊，若知影了，就紧那个吹去。够紧张的啦。免紧张啦，一定有一个点会互你看到的啦。好，来，小伟，今日咱去倒位佚佗？是，咱刷这影片吼，伊是一个活动，伊是一个外岛的活动。啊，你来帮我讲出这个民俗活动是什么名？伊拢总有5个字，什么祭典。哦，5个字的祭典哦。没错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来，遐就写琉球区啊，笑啥？我来，你信用合作社，因为这就是阮小琉球，啊，笑干呢？架拄好，啊但是那是5个字，我哪唔知是5个字。敢袂讲地号名就，敢袂讲地号名就占3个字啊？小琉球，小琉球，嘿。王船祭典。哦，你确定要安尼？你在地哦。嘿，那唔对就下因为面你就看咱知影后边2字尔嘛，对不？对。头前你较唔知影，啊，你甲冠地名落，要试看卖无？嘛有人讲影王、小王船。哦，嘛是有哦。算一个啊。来，时间差不多啊。小琉球王船祭典，小琉球影王祭典。哎，什么王？你头我讲着。小琉球影王，影王祭典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小琉球影王祭典，对不对？恭喜！好来，分数。恭喜你有3000了。别，你嘛袂红。恭喜我免洗门风。好来，咱继续来看小琉球哈，来。哎呦，哇！啊无哪甲阮介绍者，迄是啥物？哇，真水！这算3年1科，3年1科，王爷拢会来阮岛的，甲阮巡看看，啊看有好的歹的，啊拢交玉子等去天庭安尼。哦，这真有名。来，这答案有2个音，咱来斟酌的，一个就是小琉球，这个地号名咱拢爱尊重在地人，所以咱特别咱袂使讲小琉球，伊在地就讲小琉球。啊，第2就是迄个影王，迄个影鼻仔出来，毋是赢，是赢，嘿，影王吼。好，啊，人讲讨海人3分命，因为安那小琉球的人大部分拢安那。挖海的，吼啊靠海咧食青，啊为着要求平安，所以因就真特殊的这个祭典叫做迎王平安祭。啊，小琉球这的迎王较特殊，别位无的哦，是啥物？迎王进前因会先巡港卡，啊，啥物是巡港卡？巡港卡就是有80只渔船，比如讲今年就51只渔船吼，按在啥？各庙寺的这个神明加这个神桥，先甲规岛的海域啦，先甲洗一遍，啊，静港祈福，来祈求啥？岛内甲规个这个要掠鱼的海域，拢会当平安顺遂。啊，甲另外一个较特别的，就拄则明贤有讲到啊，因啊
因的鸭王是足认真味的，含沙西米都有呢。呦逐口罩拢传好了的，吼，所以拄则伊讲到迄啥，有关食关，啊有虎食虎，哦，互你食免钱的，啊嘛先煞来为着咱这辛苦的叫班，咱较加油的哦，加油哦吼来，今日换人。好，来，要去佚佗啊！哦，来，上个人今日去倒位佚佗？是刷落来这个影片吼，伊是伫咧咱台湾的花莲县。花莲县是，请恁回答，伊是花莲县的什么地？两个字。两个字的什么店哦？伫花莲县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来呀，就今日甲取落去哦。好来，灰迄个漂龙大刀，迄个什么啊？什么大刀？来哦，什么大刀？来哦来哦，来哦来哦，什么店哦？嘿，什么店？什么店？有，加油加油！嘿，来哟！他们有玉里，伤大声啦！咱讲互别人听咧。嘿，喂，是我声。好来，什么？玉里店，玉里店。嘿，好来，老师，玉里店对唔对？好啦，算你对啦。哎，好来，分数。就迄啲就3千咯。来，咱继续甲玉里看一下看吼。来，继续。正确应该是讲玉里店，迄个声调系店，毋是店吼。是来，我紧吼，来花莲的地形吼，伊是安尼长了，吼，啊，这个玉里就是花莲南区，伊是人口上济乡镇，啊，遐有啥物呢？有啥物好耍呢？有景致真水的赤科山、刺科山，吼，伊会当看到啥？几大片的这个水当当的金针花，吼，啊，若巴肚枵，遐个有古早味的玉里面通享受。啊，你若要看遗址，就是遗址，吼，嘛有保存甲足完整的玉里神社通参观。啊，尤其是今年的11月，真出名的乐团5月天。要去玉里办演唱会，做公益。啊，咱观众朋友哦，会当去啊，去玉里的安通浸风水，啊，搁去听咱哋的演唱会。好，不要紧，分数搁优开啊！是啊咱美秀集团爱加油的哦！加油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哦。好，来，小伟，咱今日去倒位佚佗？是，咱刷落来这个影片吼，伊内底是一个民俗活动，伫咧台南哦。伫咧台南哦是伊有5个字哦。 5个字的民俗活动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哦。哎，这真明显啊。是，好来。5个字。 这所在应该是盐水，盐水。盐水放风炮。 哦，水哦，盐水，我你刚才无放风水，盐水放风炮，5个字嘛，是。后来我来问老师哦，老师盐水放风炮对唔对？好啦，算你对啦。哇！好来分数，恭喜哦，得到3千咯。好来，咱继续甲看者哈，来。 点起来，哦，真闹咧，哦，迄炮啊声真惊人，哦，真水。因为咱拢拄咧学台语啦吼，所以一寡较特殊的，咱可能较袂斟酌着吼。第一个题目吼，咱若讲民俗，
就是民俗，后壁个接一个活动，咱来变调来降低变民俗活动吼。咱的答案答案，迄个盐水，这地号名念做盐。盐水是咱咧乐喙的。哦，食盐水迄无共吼。地号名拢爱尊重在地，伊是讲盐水吼。你讲放风炮无要紧啦吼，咱一般讲芳仔炮啦，芳仔炮吼。好，来大家一定拢捌听过讲。北天灯南风炮，对不对？这南风炮讲的就是咱的咸水的芳仔炮吼。咸水的芳仔炮是台湾正特殊的传统民俗。2013年，内政部选做台湾宗教八景，嘛是国际级的哦，国际级的民俗活动。伊唔老啥，世界的哦，世界3大民俗庆典之一的水名。澳洲有一个杂志叫做《Get Lost》，伊嘛呐，学了讲咱咸水的芳仔炮是全球10大上赞的庆典，所以大家有机会爱去甲体验看卖。咱即马分数拢无紧张哦，咱这边分数就一直起来哦，咱来加油呢，加油！好，今日来换人。来，上尾一位啊！你压力较重哦吼，将其。小高。你是爱重，因为伊是老师。伊是老师，你。无共款啊。你就敢若教落啊网络的对无？没有。无你教会计。补习班。补习班呢？教几年的补习班？高中。高普考。是，将其你倒位人？我新竹人。新竹人哦，拢是家己，为什么参一个新竹？因为迄手册，伊是我大学同学校长，大我1年的。你讲你是客家人？我客人。不过伊讲台语讲了袂歹，我台语拢是看电视学的。看电视。看电视学的。所以讲你内面是拍鼓的。拍鼓的哦，一定系一个团内面上重要的拍鼓的啦。是，来，上个咱今日去倒去倒。是咱刷这个影片啊，请恁讲出，伊是咱南投县的什么镇？哦，伫咧南投哦，吼，什么镇2个字哦。好，来咱请看。应该是玻璃，南投玻璃。哦，为什么你看得出来是玻璃？因为我唯一的南投的朋友是住玻璃。好。老师，南投县玻璃镇对唔对？恭喜！感谢这位南投的朋友啦。这就3000了。好，来咱继续把玻璃看完哦，哈，来。台湾之心伫倒位？就是咱南投的玻璃，因为玻璃就是咱台湾的地理中心。玻璃的地形伊是一个盆地，四边拢是山，因为四边拢是山，较袂去有风台霜冻着。而且伊的土马肥，每日的温差大，最适合种啥？高级的花草，花草就是花卉。干那只出产的这个花草哦，都超过4亿5千万的产值。另外咱玻璃嘛是迄个台湾出产上济咖啡笋的，所以玻璃这个美丽山城，大家有闲的当去行行看看咧。好，来，咱即马进来看咱的分数，来看咱 Q 队，即马有15000。咱秀队咧，毛9000。好，今日去咱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白提示，小琉球，吼，还佫有带某马祖，佫有一个
坐火车。嘿，咖啡豆啊，打到听团。是啊，中的问号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哦，迄个问号吼，就代表八个提示的八个问题，无共款的计数。无共款。上济15000，上少1000哦，爱加油。哦。唔过免烦恼，咱若要选题的时阵，拢会当小参详一下。啊，唔过吼，敢若有一届会当互恁有救人的机会啦。吼，啊，搁第二个就是讲吼，咱这吼分数较少，咱通啊有这个权利先选。哦。嘿，啊，即马看起来就是咱的集团来先选哦。好，有好无歹哦。来，你要选倒一个？听团。好。啊，买，蛋姐。买。听团加起来都无钱。哎，太讲哦。咖啡，你有咧啉咖啡？都开始呢，趴嘛，咱上趴嘛，啊，你是要娶某？啊无，是你要娶某？我阮紧趴。趴吼，后来咱看趴的奖金有偌济？正趴到12,000啊啦！后来咱请出题。恁敢知影拍哩吼是咧讲巴黎的意思，还是讲这个人装甲水水的物件海来海去的声音？是拍哩的意思的，还是讲装甲水水物件？装甲水水物件摇来摇去，拍来拍去的时间，声音票。时间未。这题12块，敢会当摇到？广告回来报你知哦。好，来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咱讲一个人足拍穿甲啪哩啪哩，恁敢知影啪哩吼是咧讲巴黎的意思，还是讲这个人装甲水水的物件海来海去的声音？哦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嘿。是啪哩的意思的，还是讲装甲水物件？装甲水水物件摇来摇去，拍来拍去的时间。声音票。哦，时间未够啦，时间未够。你选的是这个？是。好，啪哩哦，啪哩嘛，吼，对唔对？万二块就飞去啊啦。是。好，来，这个啪哩啪哩这句话是为日语的这个啪哩啪哩来的，表示这个人啊啦。真水体啦，什么叫做水体？就是爱做体面啊呢，体面啊呢，很体面哈。啊，就对着流行的意思。啊，因为芭蕾自过去就是啥，带领流行的啥发源地嘛，哈。伊若流行啥，啊，大家就对流行啥，哈。所以这个日语的芭蕾就是芭蕾艺术。袂，咱即马万里已经飞去啊，咱还有15000。还有1万呢，嘿。好，来换你哦，现在。恁感觉爱什么？啊，无你会使先认为简单的先摕起来啊。是啊。迄小琉球一定足简单，一定搞我1000块尔，我才无来。太讲哦。妈祖，先求一个保庇好。啊，先求妈祖保庇好啊。妈祖。来咱看妈祖的奖金有偌济？妈祖3000，甲恁保庇哈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妈祖信仰是真侪咱台湾人的创作的灵感来源，你敢知影妈祖的本名是啥物？嘿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本名。我知。好来。林白娘。哦，林白娘。好来，林白娘对唔对？这条题目嘛有一个音，是咱一般拢会看唔对的，就是信仰。信仰，咱讲信用，其实点一个落音，伊是爱信用。信用，落音就是咱的声大，爱叮当哈，用，啊，所以咧这音会较无记哈，所以妈祖的信用哈，听讲这个妈祖吼，为出世到啥，到满月，因兜的人拢唔爱听后过，所以因就甲合作啥，蜜，啊，这牛是对这少年查某囡仔称呼，所以会当像咱明贤讲的，讲林蜜牛，还是林蜜，拢会使。林蜜
嘿，2个字尔，是来继续，今日甲万五摕转来，来，咖啡，听团是甲退了，听团好，哦，嘿啊，简单的嘛，听团是甲退了，听团哦，好，咱来看听团的奖金有偌济。 1000，听团真正无钱。来啊，咱来互团的一个会迄落啊会议嘛，对吧？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是，请出题。请问有一阵少年人讲家己是听团啊，代表吼，迄阵人是爱听乐团表演的人，还是爱对诗行的人？来，60秒的时间。简单，简单。哎，爱听乐团表演的人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爱听乐团表演的人对唔对？哎，来，恭喜你秀集团得到1000。咱台湾即马有愈来愈侪家己做音乐的乐团，比如讲这个灭火器啦吼，也是拍摄少年，甲咱今仔这个来宾美秀集团吼，拢是吼。啊，这个乐团因拢有一阵少年歌迷，啊，这少年人哦，拢真爱听这个乐团表演，因就讲家己是啥听团啦。好，来，刷落去，系咧换理由，要选多一个。万五未出哦。 万五呢？哎，1500，紧来哦。恁感觉对一个万五？坐火车，搭到火车，回家搭。哦，坐火车。好，咱来看一下坐火车的奖金有偌济。哎，坐9000真厉害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伫台湾坐火车有规定，袂当炸什么物件入站呢？是鸡龟啊，还是保龄球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鸡龟啊，还是保龄球？嘿，哦，来，鸡龟啊，鸡龟啊，哦，确定哦，确定。好，来，鸡龟啊，对唔对？台湾坐火车有规定讲，袂当炸鸡龟仔入站，啊是安怎袂当炸入去？是因为以前啊，捌发生过鸡龟仔落落地，铁机啊落，吼，啊，迄个甚至话甲飞机上迄个高压电线，吼，啊全爆炸，啊煞停电，影响到公共安全，所以即马伫车头的入口，伊拢有搭这款的告示来提醒大家。换你，关于啊，关于，哦，不是，哦，没有，好，是，娶某，确定要娶某啊 ？OK， 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来，娶某的奖金有偌济？娶真贵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查甫人娶某了后，什么人是伊的大细线呢？哦，来，60秒的时间。是。后尾花救兵，啊，记起来，记起来。来，花救兵，几万？来，几万。来，大细线的应该算是查甫了。因某的哥哥还是弟弟吗？哎，伊讲是因某的啥？伊讲是因某的哥哥还是弟弟？因某的大细线，大细线上面是大细线，因某的兄弟，因某的兄弟，因某的兄弟。哦，好，来，咱看一下，因某兄弟对唔对？敢倒摆吼？查甫的对啦。是，我当作是好，不要紧，母姑嘞，还是什么？好，应该是。嘛唔是母姑，是姑啊。姑啊。不要紧，老师知影。来，老师，咱请解释一下。这对少年来讲可能较困难啦。有些人讲迄是姑啊啦，姑啊是姑啊啦吼。好，大细线就是咱华语讲的连金啦，啊连金，查甫人啦娶某了啊。某闹姊妹啊，姊妹啊翁婿，因就互相讲因是啥大细线。比如讲阮翁啊，甲阮迄个妹婿啊，阮妹婿，因两个就是啥大细线。是。好，不要紧，来，你要搁倒位咧？3个哦。万五的还袂出来哦。我感觉咖啡豆啊，敢若袂歹。安怎就是无爱选小琉球？我天无啊，甲你选。好，来咖啡豆啊！咖啡豆啊！好，来，咱来看咖啡豆的奖金有偌济？哎呦！哦，来哟，一定爱摇着哦。加油哦！分数都加起哦。来，咱请出题。
请问台湾倒一粒山出产的咖啡豆啊，世界有名，赢过芬林古坑，伊创下咱台湾啉价上悬的纪录。来，60秒的时间。画价，我想讲啉咖啡的价，画价上悬，所以。啊，娘话这支援。来支援啦！来呀！什么山？什么一粒山哦，是。什么山啊？金头山。什么山？高 K。比高 K 赢过高 K 哦。赢过高 K 哦。台湾真济山。你讲看卖有什么山不一定嘛？阿里山、玉山。高啥？阳明山，合欢山，我冇溜 Q 山，合欢啊，合欢山，对啊，铁山呐，什么山很多啦。是啊，时间差不多啊，来哦，宜兰冇太平山啊，我感觉玉山的机会较大，玉山上悬的，上悬的哦，上悬的，玉山，确定。啊，凊彩啊啦，无变错，唔知变错啊。来啦，玉山哦，好来，玉山对唔对？啊！哎呀，拄好有讲对啦。对啦，不要紧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上家不爱选小琉球哦。对啊。来，这个答案是阿里山呐。阿里山啊。来，阿里山有一个倒武山农场，遐出产的咖啡豆，哇，台湾报到，世界甲报来豆哦。伊的什么品种呢？迄种艺伎意志啦，这种咖啡豆，唔啦，摕到咱台湾咖啡豆比赛冠军哦，佮是啥？国际画家标王。哇！伊画家介绍破纪录哦。一磅竟然看到偌济，唔知500块半的美金，500.5美金。哦，等于1公斤就要台票3万外。哦，啊，迄个无怪人也喊讲啥，这种足珍贵、数量真少的这艺伎咖啡豆，是阿里山的红宝石。介绍出两题鸟。冠佑，我哋阮经打狗。打狗，好来，咱来看者打狗奖金偌济？5000啊！5000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打狗是高雄的古地名？你敢知打鸟是今卖什么所在？再加一次。来，民雄，民雄，好来，民雄对唔对？我不知道这个民雄，再加。好来，奖金。奖金得了5000咯。咱来听老师解说。真好哈，来，打鸟原本是平埔族一个社的名，叫做打麻社。因为这个麻甲鸟两字足像的，所以就互人误解做打鸟。啊，日本时代官府伊认为啊，打鸟这名无解文雅，伊就甲改做打鸟。啊，打鸟的日本汉字就是民雄两字，所以打鸟就是即马家己的民雄。来，小琉球啊，嘛是爱算啊。命中注定也是爱小琉球。对，好，咱来看者小琉球的奖金有偌济？听好哦。嘿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小琉球有3项制：村长制、寺庙制，搁有一个是医生制，还是校长制咧？来，60秒的时间，敢卖10秒？校长制。好，校长制对唔对？奖金得了7000咯。好，小琉球因为安那土巴无肥，土巴地土壤啦，哈。好，啊土巴无肥，歹种植，啊拢挖靠掠鱼过生活，所以逐口罩都有一个村长呢，哦，所以因的村长足侪，哦。啊，小琉球的人口无偌济，庙寺哦，就安那特别几百间，你要拜什么神拢有，哈。所以因的庙寺嘛足侪，啊因为伫遮歹趁食，所以遮读啥师范学校的特别侪，哦。即摆已经出
500几个校长啊，所以因的校长嘛就多。是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这真正的吼。真的啊，但是即马经过时间的变化，答案小可无共啊。哦，无即马有什么答案？即马合作有3项做，上多，游览客做，游览客烧啊更做，烧啊更多，麻花卷，麻花卷。哦，烧啊更。啊，第3个就是因为游览客伤多，所以粪扫足多。这无法度。哎，无法度，不过咱去遐吼，咱讲维持一个卫生是上对啦吼，环境爱顾，吼。好，来，进来看分数，看阮 Q A。今晚有3万4千。啊，Q A 咧，有1万5千。哎，嘛是挺好哦。好，进来来7秒，1000斤。嘿，7秒，1000斤。是大家动脑筋。哎，咱今晚奖金有3万4千啦。哦，34秒哦。没错，34秒。哎，来给我卡入去好不好？好不？好，搁加30秒，变64秒嘛。 64秒哦，这个上个较加30秒尔，佮加几秒啊啦？你讲话来，我要扣5秒啊！咱公正，一定爱公正，因为边仔嘛有人伫看。伊咧看。是无唔对，咱这个配合有3题，有3题。吼，咱扣秒数哟。是。吼，第一个提示伊是团单，就第广告单那迄个。第2个麻雀，唔是算的哦，是8种吼。第3个是鸡仔路顶面，哦，紧的哦。拼奖金咯，因会当提走偌济咧？咱这个配合有3题，吼，咱扣秒数哟。来，第1题几个字？哦，3个字、4个字都可以。3个字、4个字拢会当哦。对。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好，第一个提示伊是团单，就第广告单那迄个。第2个麻雀，唔是算的哦，是8种吼。第3个是鸡仔路顶面，哦，紧的哦。第几条啊？正确。开始检测大人，较是有影厉害。检测大人拢去顺电火条。小看。你有看到是鸡仔路，你就感觉。系啊，大广告是第4台嘛，哦，一定爱有的啦吼，因为有电嘛。对啊。哎，来，咱看者几秒。哦，够51秒哦。嘿，真高哦。第2题来啊哦。第2题来啊。几个字？诶，3个字。3个字，来，咱请开始。是。好来，第1个官方。哦，第2个囡仔惊，什么物件咧？什么物件咧？想一下，过来五雷子，什么物件？五雷子。记，五雷仔，过来是青山拿来。哎呦，什么物件？青山拿来，记咧。过来，哎呀，莫神啊，啊，这个。无神啊！拢卖讲话。警察去现场，较会拄着呀。官网以前咱若看鬼片，拢会是有官网鬼片，有迄个所在，有迄个物件嘿。看这个，即马够31秒哦。哎呦，有机会，愈紧愈好。好来，几个字？好，刷来这4个字。4个字哦。我确定一下，安尼因会紧张，我嘛会紧张。哎呦喂啊，紧了4个字哦。好，看好，看好。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来，第1个只有你一个，是啥物件？嘿，过来，第2个是情话，只有你一个是啥物件呢？过来，查米歹势，哦，定咧讲的哦。落尾安啦。对，过来，伊唱着山够唱海。嘿，哦，进来。3边开始。正确。哎，哇，你不好是不是？3边开始，查米歹势啊！定咧讲的。3边开始，家己过袂去哩。是啊，我拢是红歹势。后来即摆歹势就是讲哦，咱来看一秒数。有影。哦，够11秒啦，袂歹啊。慢啲咯，袂歹。好，即摆今日颁奖。好，颁奖，来，恭喜！来，奖牌咱嘛甲挂掉。哎呦，赞啊！哇，
真好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是啊，那阮集团的吼，我这总裁而且我较唔惊啦，互因介绍，这种比什么钱更较有路用。好，来，我即马上新的专辑《美秀集团》共名专辑，即马伫网络。 拢会使听到，是，真好听，真好听，十一条歌，家己写，家己唱，是，无唔对，继续甲阮支持哦。好，今日咱谢谢咱的国文老师，感谢咱的林淑琪林老师，辛苦。专家有智慧，讲台语谢爸爸，欢迎大家拢欢喜，谢谢，再会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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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